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8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又是震荡走势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涨0.13%，深成指跌0.06%，创业板指数跌0.47%。今天全天成交2.4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多了一点，但是跌多涨少，只有2100只个股上涨，3000多家下跌。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今天是不太友好的一天今天也是胡适连续7个交易日超2万亿，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里面资金比较活跃，确实有一部分散户就是新韭菜跑步入市。随着这个股市越来越活跃交易量稳定在2万亿，交投活跃指数慢牛，海外机构已经开始提示胡适的风险。你比如说这个彭博社周二这个彭博社就引用西部证券分析师的观点发文称中国股市缺乏散户狂热，可能会限制由人群驱动的繁荣和萧条的风险。这是说的这个胡适指数还有可能在走慢牛。随后他也说他说我们的观察显示，尽管高净值投资者确实在入市，但大多数个人投资者选择的是理财产品，而不是直接购买股票和共同基金。小额交易量也表明散户参与度较低。而这个摩根士坦利就直接提示他在最近的一份研报里说他说胡适如果基本面不能持续向好，光靠流动性支撑的股市长期发展不可行。这个跟咱们观点完全一致我们谈的更多的是基本面。胡适的根本问题不解决也就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实际上就是换一批韭菜割一割而已。等到这个存款搬家完成的差不多了，一起收割一网打尽。现在呢，存款搬家正在进行，也就是说现在是散户犹犹豫豫的在进场。毕竟大部分散户还不相信这是牛市，还在试探性的进场。等到散户七大姑八大姨的借钱冲进去等到这个菜市场、马路边上、理发店里面，对吧？捏脚的地方，大家谈论的都是股市的时候，还有电梯里面、餐桌上面，每个人都在讨论自己赚多少钱的时候，更多的人想着怎么样辞职吧，不要再挣那窝囊费了，一个月几千块。胡适里面他一天都能赚好几万，为什么要赚那一个月几千块的窝囊费呢？但大家都讨论要辞职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一网打尽的时候。所谓的牛市我是经历过2轮牛市的特征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这个是被手头的工作耽误了看盘，在关键的时候没有这个买进或者卖出，都是因为工作耽误了，要不然早就超过巴菲特了。牛市的时候如果你说你这没有连续抓几个涨停，不好意思跟人说话，对吧？你的市值没有翻倍，对吧？也不好意思跟人吹牛。但是我告诉你那个收割是非常惨烈的。一个是半夜鸡叫，如果大家不知道半夜鸡叫什么意思，你去搜一下什么叫半夜鸡叫，一网打尽，一个都别。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熔断，你去搜一搜什么叫熔断，也是一网打尽，一个都别想。不知道这次会采取什么手段把你全部扣住这个大家可以慢慢关注。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在他扣你之前顺利逃脱，对吧？你很自信，那你就可以试一试。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央视财经的这个一个调查，关于这个河南什么石佛寺镇吧，那个直播间，对吧？走播卖假玉，对吧？粉丝套路家人。实际上央视那个节目非常长有人就说了，那你说那个和田玉是假的，但是人家有证书，是什么喀什的有资料有证书等等吧。央视的财经调查告诉你他那个证书2块钱一张。近日总台财经调查记者接到群众反映，眼下一些销售和田玉的市场里，一些不法商贩利用消费者对和田玉的认知不足，通过各种手段欺骗消费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财经调查记者走访调查时发现，国内重要的和田玉加工交易集散地存在和田玉造假产业链，不法从业者以青海料、韩料，说实话，青海料、韩料还不算差，俄料还有什么地方呢？国外的什么南美洲的还是什么地方？反正那个料更多可以拿船去装。什么通过滚筒机机修、修形磨光、化学试剂、浸染、着色等工艺，仿冒高端和田玉材料对含杂质的劣质玉料采用行业俗称的拔猴毛漂白技术处理。阿富汗玉外观与和田玉相似，价格悬殊，却被混入和田玉在直播间内销售。商家称10几元的阿富汗玉配鉴定证书，直播间价格可翻几十倍。大家看视频
记者在多个摊点前很容易就闻到了这些籽料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而且客户在挑选籽料时通常都会戴着塑料手套。摊主毫不遮掩地告诉记者，他们卖的这些都是假和田玉籽料，都是用化学药剂染出来的。这东西染色不敢戴呀。这不是啊，这地上多漂亮，弄一点事。这不都化学染的吗？那你说咱们吃那东西是不是还农药打了？这么一点事啊，俺们一年都没多少。但知情人告诉记者，由于和田玉籽料产量有限，因此一些不法商家采取以次充好的手段，用低品质的青海料、韩料玉石仿造和田玉籽料，这样的假籽料价格则很低廉。这节省，这是卖30的，最低省的师傅。这里边有能挑出来好一点，这都是青海料，它没有含量，有含量少。老板向记者透露，除了用低端料仿冒籽料，他们还以漂白的方式处理含有杂质的低端玉料，业界把这种作假手法俗称为拔猴毛。在市场中走访时，记者发现，在石佛寺镇，号称自己能够给低端玉料提供打磨、去猴毛、去杂色服务的店铺有不少。科技的很活啊，现在太多了，这个药水非常简单就能把这个处理掉。现在这市场70%以上的洗肾，我们打好料的呢，可不是打坏料的呢。我这是都是中间料，你洗完之后直接签包，那你不懂的。有商家告诉记者，阿富汗玉在外观上与和田玉非常相似，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很难分辨，但两者价格相差甚远。一些商家将阿富汗玉混在和田玉中，在直播间进行销售。拿货也挺多吧？你都这天基本都是这个，咱都对准直播间。销售阿富汗玉的商家告诉记者，市场上一块仅售10几元的阿富汗玉，只要能配上和田玉的鉴定证书，在直播间里价格能立刻翻上几十倍。几经辗转，记者在市场上联系到了一位办证人，对方称只需要提供阿富汗玉给他，就能迅速制作出与之匹配的和田玉鉴定证书，一张只要2元钱。这些所谓和田玉鉴定证书的鉴定机构是国实珠宝首饰检验检测中心，证书上颜色、质量、折射率、密度等信息一应俱全，扫描证书上的2维码也能够显示出鉴定信息。但奇怪的是，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没有查到关于这家机构的任何信息。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家所谓的鉴定机构是虚构的，记者购买的这些和田玉鉴定证书更是凭空捏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欺骗没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消费者。这个说的这个证书就是假的啊！但是啊，我告诉你，即便证书是真的，那也不是我们对吧？或者是这个行内啊所通称的，或者行内所理解的什么和田玉籽料。就大家传统意义上说和田玉籽料指的是新疆喀什的，对吧？那个河床，实际上那早就已经没有了啊！挖了这么多年，几百年挖下来，早就没了。你就鉴定证书鉴定的是和田玉，和田玉是个名字，它已经不是说代表是新疆喀什那个地方生产，它只是代表什么？硬度达到多少，对吧？这什么，你只要指标达到了，你都叫和田玉。所以什么俄料、什么青海料、韩国料，它都叫和田玉。正因为这个非常模糊啊，所以说网红超市啊，它就卖玉。你说它不是和田玉吗？人家有鉴定证书的啊，那绝对是真的。但你要说它是不是喀什，对吧？那个什么河床里面的，怎么可能呢？早就绝种了，就是骗局啊！所以我不厌其烦的说啊，对吧？这玩意你只要超过9块9，那都是智商税。我们再看看胡鑫老师啊，胡鑫老师显然最近应该赚了一些钱啊。首先是辟谣，说自己的退休金啊没有网上传言的3万3。胡鑫老师退休金到底多少呢？大家比较好奇啊。他自己说他已经转成企业编了，那作为企业的一把手，对吧？他是环球时报的总编嘛，那他退休金应该不会太低。网友推测他是2万多，这个应该有，我也相信。为什么呢？今天网上一个热点新闻啊，热搜啊，讲的是34岁存款100万，决定提前退休。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般像这种都是营销号或者是文案，对吧？这个大家互相自媒体博主啊，都拿这个拍一个文案，借着这个热点呢，高粉丝，对吧？很多都是摆拍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今天好像上了热搜。
然后胡锡进老师对这个做了点评论啊，很长。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这种视频应该是营销号为了刷流量编造制作的，建议大家根本就别信。然后胡锡进老师他进行了分析啊，从这个分析里面我们可以就是窥探啊，或者就是能够得到胡锡进老师他的心理或者他一个真实状况。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一个34岁的女生省吃俭用存值100万是有可能的，对吧？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事虽然拍视频的可能是假的，但这个事肯定是有的，对吧？34岁存100万虽然很难，但是确实有人能做到。但是啊，说靠100万吃利息，甚至坐吃山空，维持接下来漫长人生，胡锡进老师说啊，这完全是异想天开。这个也是啊，34岁，你想未来你很有可能活50年啊，这50年靠100万，然后是不退休不工作了，这个确实有点叫噱头啊。为什么呢？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社保，对吧？你34岁你不工作了，难道你还交灵活就业吗？社保吗？你要交的话，你那100万的利息可不够啊，没交过啊。但是那个叫灵活就业社保，我觉得一个月怎么着得1000多吧，你就最低档的交啊。你100万一年的利息啊，不就1万多吗？不到2万块，就是现在啊，合着你正好够你交社保，你看你吃啥呢？你要不交社保那行，对吧？那你老了没有退休，你就靠这100万再扛50年吗？所以说胡锡进老师说的也对啊，就是他这个说都是对的，但关键是后面胡锡进说啊，他说在银行存款利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100万元存款1年的收益也就1万元左右，今后可能更低。关键重点来了啊，他说即使有1000万存款，吃利息也很紧巴。而且靠利息生活的滋味也很难受。你看胡锡进老师说了啊，即便你有1000万的存款，吃利息也很紧巴，这个就值得分析了，对吧？1000万你一年利息大概20万，就是有的小银行啊，它的那个3年期贷款存款利息有2%嘛，对吧？你1000万对应的你就有20万的存款利息，20万相当于一个月1万多，对吧？1万5、1万6或者1万7。那胡锡进老师说，你一个月有1万7的这个存款利息啊，你过得也很紧巴，所以呢，我们就完全有理由怀疑啊，胡锡进老师一个月他开支可不止1万8呀，对，他认为你1万8你过得还很紧巴吗？所以从这儿推测，胡锡进老师那个退休金应该在，对吧，1万8以上，也接近2万。胡锡进老师说啊，而且靠利息生活的滋味会很难受，这个大家都懂。胡锡进老师他绝不是靠利息，他也绝不是靠那个退休金，对吧？他还有这个自媒体流量收入，他还经常去参加什么论坛，还有车马费，还有对吧，出场费，各种费用拿到手软了。再加上他在胡适现在又赚了钱赚怂人胆了。啊，总之胡锡进老师对吧？他认为1000万的存款这个利息啊，你花起来都紧巴，那只能说明啊，他这个退休金非常可观啊。然后啊，胡锡进老师正好巧了，他对当下的这个核武器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2个微博里面，正好一个微博谈的是俄罗斯这个盘核按钮的事情，一个是日本军国主义打这个核武器的主意，你看就这么巧啊！关于这个俄罗斯的核武器的问题啊，胡锡进老师他写了个微博说啊，他说普京让亲密助手出来撂狠话，说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0日表示，俄罗斯不接受任何所谓维和部队为名的北约部队进驻乌克兰。欧洲领导人陪泽连斯基去白宫讨要安全保障，白折腾了。就是胡锡进老师啊，他也不会去解释啊，为什么北约的军队就不能进驻乌克兰，或者是以欧洲的名义，对吧？进驻乌克兰不以北约的名义吗？但是这个朝鲜，对吧？早就派部队进驻这个俄罗斯库尔斯克，在那打仗，这是什么道理呢？但是胡锡进老师他选择这个这么尴尬的问题不会去讨论啊，反正俄爹做什么都是对的。胡锡进老师下面说啊，他说有能力和平用核武器啊和平整个西方的俄罗斯就是任性。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到说和平整个西方的俄罗斯就是任性，这个有没有那种对吧？把整个东印度啊这都让出去，对吧？曾经不是有一个东印度的将军说嘛啊，说把这个印度啊以什么线以东的地方啊不要了，跟美帝打核战，对吧？主要是气概啊，就好像那条线以东的啊，这个东印度人都是蚂蚁蝼蚁嘛，无所谓的，对吧？这个倒跟这个普京啊观点差不多，因为普京他认为这都是耗材啊，所以你看啊，说到俄爹拥有核武器，对吧？就是任性，和平整个西方。
在胡锡进老师嘴里，这个核武器就变成一个玩具，就是一个体现了这个一种浪漫主义革命家的情怀吧。胡锡进老师下面说特朗普敬普京，唯一处的是他手中的核武器，欧洲却是另一种思维。俄罗斯那么穷，接着揍他。特朗普觉得越穷的核大国越不能惹他太甚。现在最较劲的时候，叫价、心理战、舆论战都是工具，突破也是不排除发生的。突破是什么意思啊？那就是俄爹急了啊，真扔核煤气罐了啊，反正是按钮都已经盘的包浆了，保不齐手一抖摁下去了。正好他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谈到了日本对核武器的这种叫向往。他是这么说的说日本正在出现可能根本冲击本地区的动向，谈论他自己制造核武器的可能性。民调显示，日本民间对拥核的支持者从3年前的20%上升至41%，翻了1倍多。说有高级议员向路透社透露，一旦日本下决心拥核，最快能在6个月内把核武器造出来。他下面还写他这个评论特别长，他说一旦日本摇身一变成为核大国，将根本颠覆地区形势，并对全球形成冲击。在这个朝鲜拥有核武器，胡锡进老师怎么说呢？他说朝鲜拥核已经冲击了东北亚形势，但是说朝鲜毕竟是区域内体量最小的国家，它拥核的首要目的是实现自保，而日本的现代化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侵略和扩张史，而且它从未真正汲取历史教训，它的二战史观严重扭曲，它只是被美国压制住了，其对周边态度延续了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很多东西。他对中韩高速发展，特别是对大国综合实力超过他，一直耿耿于怀。说希望华盛顿不要因为地缘政治一时之私，在日本拥核问题上放水，那样的话，和日本的失控本身就是巨大风险，而大国届时的反应也一定对美国不利。首先日本拥核这个事情，对吧？那咱们作为邻国，对吧？甚至全世界都应该反对，因为现在毕竟是叫核不扩散，这没毛病但是胡锡进老师对俄爹、对朝鲜、对日本拥核那态度是截然不同。我们回头说日本拥核是不对的，那肯定不容许的拥核这个胡锡进老师说这个日本的现代化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侵略和扩张史，而且他从未真正汲取历史教训，他的二战史观严重扭曲，其对周边态度延续了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很多东西。那俄爹难道不是吗？对吧？俄爹这么多年来就说吧，苏联解体以来这30多年，他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格鲁吉亚，对吧？克里米亚，现在又对乌克兰整个的全面侵略，这个难道不比日本厉害吗？俄爹有核武器那叫任性，俄爹动不动要把全世界和平，这叫任性。但是日本要拥有那就不行，这不就妥妥的双标吗？俄罗斯的核武器在这个胡锡进老师的笔下就被浪漫成为穷国的尊严和威慑利器，值得敬畏，不能惹。而日本的这个核武器叫八则没撇就是只是那个一个构思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一个设想，所以说叫潜在的核武器被胡锡进老师妖魔化为军国主义幽灵和全球灾难，必须压制和激烈反应，对吧？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日本的核武器那当然是要压制不允许他搞核武器，这没错。但是你反过来看胡锡进老师对俄爹态度，对吧？那不能仅仅用偏颇对吧？用双标来描述这个实际上是根源在胡锡进老师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偏见和这个一种危险的核崇拜，类似于这种叫父亲崇拜。胡锡进老师这种伪中立评论，看似是中立但实际上它是伪中立，实则是在为核扩散双标辩护，罔顾全球安全，令人作呕。现在对吧？这个世界潮流是大家一起要限制核武，对吧？核不扩散条约签了这么多年，这至少大家的一个理念和一个努力的方向。但是胡锡进老师却鼓吹这种核威胁，对吧？俄爹和平这个西方，这叫任性，对吧？越穷越恨，因为他穷，而且有核武器，所以美国就怕他。显示一种叫什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光脚的手上还有煤气罐，那你就全完蛋。关键胡锡进老师还说了舆论战都是工具。胡锡进老师作为宣传人员，对吧？这个时候他也不能否认他自己就是个工具，已经工具化了作为工具我们要庆幸胡锡进老师是被我方掌握。如果胡锡进老师被日本人掌握，被日本军国主义掌握，那
就像核弹一样的，对吧？被俄谍掌握，那就是好的，那是穷国的尊严；被这个军国主义掌握，那就是毁坏世界和平。所以同样都是工具啊，那胡锡进老师也一样，他作为工具啊，要是俄谍掌握了，那就是好的；日本军国主义掌握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